創世記第17章。亞伯蘭年99歲的時候，耶和華向他顯現，對他說：我是全能的神，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，我就與你立約，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。亞伯蘭俯伏在地，神又對他說：我與你立約，你要作多國的父，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，要叫亞伯拉罕，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，國度從你而立，君王從你而出。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，作永遠的約，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。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。我也必作他們的神。神又對亞伯拉罕說：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，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。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，是你們所當遵守的，你們都要受割禮。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，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，無論是家裡生的，是在你後裔之外，用銀子從外人買來的，生下來第8日都要受割禮。你家裡生的和你用的銀子買的，都必須受割禮。這樣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體上，作永遠的約。但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，因為他背了我的約。神又對亞伯拉罕說：你的妻子撒萊不可再叫撒萊，她的名要叫撒拉。我必賜福給她，也要使你從她得一個兒子。我要賜福給她，她也要作多國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從她而出。亞伯拉罕就俯在地嬉笑，心裡說：100歲的人還能生孩子嗎？撒拉已90歲了，還能生養嗎？亞伯拉罕對神說：但願以實瑪利活在你面前。神說：不然，你妻子撒拉要給你生一個孩子，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。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，作他後裔永遠的約。至於以實瑪利，我也應允你，我必賜福給他，使他昌盛極其繁多。他必生12個族長，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。到明年這時節，撒拉必給你生以撒。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約。神和亞伯拉罕說完的話，就離開他上升去了。正當那日，亞伯拉罕遵守神的命，給他的兒子以實瑪利和家裡的一切男子，無論是在家裡生的，是用銀子買的，都行了割禮。亞伯拉罕受割禮的時候99歲，他兒子以實瑪利受割禮的時候13歲。正當那日，亞伯拉罕和他的兒子以實瑪利一同受割禮，家裡所有的人，無論是在家裡生的，是用銀子從外人買的，也一同受了割禮。